你好，阮新豪帮管事务所是咧做包租。阮老母送销玫瑰花啊，一身半零都袂来互我。你还有留一间厝落来。新河帮管事务所的所长听嘿，甲你是共同继承。若是你做某一档，我就交我迄8份的所有权互你。租赁管理处的责任本来就是爱解决问题，保障厝主甲住客双方的权益。你新河是咧比啥物网？想是明仔载我要射出去哦。这冷气是歹气啊！你若是跟咧拖拖刷刷落去，我是会去网顶面写恁的歹话，送恁一粒钱。我爱甲你解，我无爱交予恁做代管。万事拢有上好的安排。你敢袂好呢？我是安怎要做这款交易？我是帮好你找头绪，你还阁唔知在倒位佚佗。